一透早来到道里社区活动中心，就会使看到几位志工当咧整理物资，这拢是要送予社区独居长辈的。因为过年的脚步愈来愈接近，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为了予长辈会使好过年，特别募集了这个物资，并亲自送到长辈的手中。有的长辈甚至是感动到目屎拢流落来，一直说多谢。咱今仔准备白米1包5公斤，还有沐浴乳，还有关庙米、米粉、沙拉油、豆油、罐头，搁洗面皂。等下呢，咱还佫会送中昼的午餐，甲明仔载的早顿、暗顿拢做一届送啦这拢是来自咱各地这善心人士的捐赠。就是咱陆战队的弟兄特别佫捐240公斤的白米，要来送互这老人。佫有台北维格华人的负责人黄丽敏小姐嘛捐沐浴乳。所以咱的物资是来自各地各方啦。咱今仔日把这物资转赠予这的独居老人、甲弱势的乡亲。咱希望讲，伫即个要过年卡，来先发互因，就是讲，因若拄要过年过节要拜拜的时阵，毋免过去买，会当着拜拜。较晚年的时阵，我佫去募一寡年菜来送互遮的长辈，因来使用。社会局长陈英基也共同参与送物资，除了代表市长关心遮的长辈，也肯定理事长甲志工的努力。伊认为社区的力量会使帮助政府和整个社会更加温暖。今天这个寒冬事实上它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台南市最大一个软实力，就是我们社区的一些温情今天代表市长跟社区这边来结合，然后有一些这个独居的长辈我们来给他做一个寒冬一个送暖。事实上真的非常感谢社会的大众的热心的参与，让整个社会更祥和。尤其在政府单位有时候鞭长莫及的地方呢，透过社区呢来跟我们协助，然后让我们社会真的是会有温馨、有温度。除了各种的物资，伫活动中心也会使看到志工当咧准备丰富的菜色，这拢是要送予长辈的，希望因会使食了健康。理事长也表示，将会持续来募集物资，关怀社区有需要的长者，互因会使感受到社会的温暖。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